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。新竹竹东嘅二重埔係一個傳統點青嘅百年客家莊，良田水準老火房，形成一個常人嘅農村景象。不過，實係因為面臨整數，嗱開始有好多人注意到一個室外拖人。一群荒野保護協會嘅成員預備來到二重埔訪查，認識嚟當地居民。方上面都係其中一啲。方上面等上團員能分享二重埔嘅人文故事同歷史，還提供人自家路卡嘅老火房菜園來做場地，等人能體驗農村。希望大家透過持續嘅參加同了解，唔單止喜歡農村，為農村帶來發力，也是在強下守護一塊土地。大哥啦，看住啊！到这盆熟肉呢，半个差档，放上面老布用生意呢，准皮为煮熟个。好嘞，当。在莫大上龍龍館行紅奶路兩地風體為中下至跳嘅新希望。唔啊，將一種穿一個一個一條啊！好啦，係咩啦？過嚟。做咩啊？加油加油！冇種樹以前係些啲上檔多嘅樣鋪派，韓國嗰度嘅福連樹嘅插樹，或嘅到是颱風來些哈，全部嘅呢個天氣咪變黑，或嘅是表示講你係水土保持唔好，嚇因為嘅插草搶多咧。冇法子。某時天過後，兩位風嚟東橋，6年前放上面買來千個條嘅白色，加量是長15公分嘅種鵝，兩下自己比人下個。用農力去種起嘅些，要去灌溉根源些，嘅樹基咪唔會辜負到人哋。當初艾先生講種樹幹哈，艾認為我是非常的支持佢啦，因為講種樹很好啊，也是節能減碳啊，幫助地球。那係我咧。準備歸納。聽說是上班嘅上班，上課嘅上課，唔過見到禮拜2日，貴婦日就窮下老土，當然就開始成日冇乜感染。大家都在聊，應該說我都要淋巴，因為剛種下去的時候，夏天嘛，然後很熱。然後早上大概5點就要起床，然後在這邊澆花。一開始種的時候覺得很辛苦、很麻煩，而且它那麼小，你就想說等到它長到什麼時候，等到它花開的時候，我不知道等幾年。但是像今年那個種的櫻花，它原本從很小，然後現在長到很大的時候，看它開花，然後一大片看過去，就會覺得說，哇，真的很美。然後當初有種它是值得的。前年種竹，後年炸料，6年高鐵。樹哥上到搶悠嘞，看到房上面嘅樹哥上到安靜，零啥沒虧是種樹哥。放泥土，快，放泥土。係你喺度紅葉楠木啊，你做個圍籬嘅當這樣。紅葉楠木。你停擺會上岸夠多。這個複雜啊？這不是我的，我不敢。晚上喊你爸爸講。昨天到什麼？什麼？很認真啊。哦。叫你爸爸小你。你沒有放正，不用講啊。好。你不用講哦。好。嘿，很好，好來。雖然冇乜小事腳跳過，成日還係當認真。嘿，好來。哎呦，我在上電視哦。是嗎？
收你很棒。所以你要认真种啊，快！他在看我。好来，快，那一颗给你弄泥土，快！好，慢慢弄。要不像铁丝都还是动作铺天的啦，讲过了是地在这边，光秃土地片的，啊摸嘛树摸嘛是，啊绿化一点种到树看见了点哈，种树动这样啊，种到樱花，种到樱花要动这样，快动这样啊，美化一下现在。每好嘅环境自然相应，主动热冲布，只为遇到这种问题，或许不能注意到两张生活讨厌。放年嘅下个钟头，有老火风，尽2天嘅水准，天然产水，老少年度类嘅点起。那就是冻姜，讲呀，安尼留下来的，祖先留下的天可能是变电梯，那变电梯是全部是膝盖，跟因的大楼，跟洋房水泥，我都冻姜，因为跟命我都会生发来，个环境空间。所以见面希望坚持保留老祖公留下来的资产，咪希望有下到你穷下来关心那地土地。伊啊，来啲农村以後，佢為啲講啲農村需要物界，學弱勢地方度嚟，佢為咗協助喺度，要學先嚟創意出來，帶到啲農村來，本嚟啲農村做得多元化嘅發展係。係個羅伊松，這個點是屬於我們二重埔地區最高的一個點。那我把它定位就是叫做景觀敏感帶，就是視野最好一個景觀點哈。高高起來，將嘅天然景致看透透，見到了嘢，除了就是區域，呢塊都市將到種下來，日料出係貴嘢。以前其實知道這裡的這個地方的人很少，但是因為范大哥有這個心，然後荒野保護協會剛好發現了這個地方，那把一些人帶進來，讓他們去了解這塊土地。地質擺砍菜高長度，人為督導，兩圈為中意，就逐日兩隻素材。佢條大體係風熱協會嘅使然，也係凡上面嘅朋友，要為地主口做事，沒有富士公務人然兩道，專為窮人主人對土地關懷嘅心，留記到欠窮下。啊，凡上面咪土人記到年出兩位，希望大家窮下來受顧。這邊的水源呢，就是湧泉。湧泉，那湧泉就是下雨滲透的水，這是終年不會乾枯的。各位也可以試摸一下這個水，非常的清澈，非常的涼爽。好，那這個水質呢，我大概跟大家介紹一下，它的等級呢，其實可以養鱒魚。清香水草，豐富生態，頭創業唔會糟蹋嘅產水，係熱衝布嘅重要資產。好像不是。蝦蓋。哦，它掉的。什麼？那個蝦了。以前知道這邊可能有住了一些人，可是從來沒有上來過。可是一上來之後才發現，哦，原來這裡這麼美。相應嘅天然景色，豐富嘅景觀，來到啲冇事順順看看天，自家做住錯落時，咪係當幸福嘅事情。摘菜，摘兩碼嘅，係。你那是棒球還是落地嘞？摘下去。蝸牛哎，哪裡？哎，真的耶。那沒關係啊。對啊。好嘞。做當嘅菜本單成貴上用百億，可能唔係打沙到底。兩位出係最好嘅戶外教師。佢把我印象好深刻是講，佢看到嗰紅蘿蔔，佢啲話紅蘿蔔嘅葉，佢講我上到硬漿、硬脆粒，佢冇幾多市場賣，上唔賣到，是地用嗰紅蘿蔔，佢嘅生長過程係葉，佢唔去看過。這一根可以拔，你可以拔起來，哎，啊旁邊先挑掉，在旁邊先挑掉。
会使给啊啦。大锅菜，以后30个人我也不怕。你有用那个大灶煮过菜吗？没有，我第一次用灶炒，手很酸。现在也很少有那种东西了，对，而且真的要炒那个，很累。以前就是比较像自己是消费者，然后去买那个东西，就是付了钱，然后就可以吃得到。可是今天是可以从前到后，从它开始原料到后面长出来的样子，然后吃自己做的东西，就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。香港嘅天橋上nem草，有咗大家衝條看得到，撼動第二個嘅下股夾，沙呀凍如如。這群人鬧鬧年嘅出發，來到兩地方地，放上面用拍草機，一下就可以出一條路，大家就可以去釀草。我們這裡面有有龍葵，把它挑掉。那還有藿香劑也要把它挑掉，紫花藿香劑也把它挑掉。那我們就留下我們的大花咸豐草。這是那個大花咸豐草，那俗稱的話叫恰雜木，對。那因為它的果實都會吃到人家身上，然後就跟着人家走。那其實它們都是外來種植物，對。那只是因為現在到處都有，那反正我們就順便移除外來種，又可以拿來染布。切好嘅蝦公夾帶到台灣，攞色素煮出嚟個後撈起來，出咗的快是釀布。火要大還是小？這樣就可以了。不用再繼續加火了。對對，它不用煮沸，它只要持溫就好。那就 OK 了，好，不用再管。是啊。對，但是你就是要把它拉起來，讓它水流掉，然後再重新進去，它這樣子會比較吃得到色。煮15到25分鐘過後，嘅快餐大家就上係定靚快將球讓按歡喜。15到25分鐘。開講，開講。好漂亮。本單冇假設5大眼嘅蝦公夾，既然咪做得釀出兩眼醬嘅黃橙色，正經係半年想唔到。可能農村度，除係要眼到半年想唔到嘅事情，半年冇想來為難。受住兩區後生人，一屆拖一屆繼續參加。我來這邊蠻多次了，應該5、6次有咯。因為平常都在都市生活嘛，那可能就是腳步很快啊，然後或者是有時候很嘈雜。可是來這邊的時候，就會發現，哎，你的心可以不知不覺靜下來，然後你就來這邊做一些 DIY 的手作，那你就可以在一些看起來好像很平凡的事情裡面，找到一些很意想不到的樂趣。其實這個地方常常來，然後很喜歡在這，就是都是沒有的那種農村的感覺，然後好像回到小時候在阿媽家那種感覺，就蠻喜歡這裡的感覺。這樣。呢條景點會一直持續來，唔係講是來一擺時唔會來咧。來過嘅人以後，提擺來機會大，越偏就來，所以見擺來嘅人呢，是會一直呈現冇窮樣嘅概念。受到專屬計劃嘅影響，而從冇提起半年行建嘅30年，不過三日專會按樣保留下原始嘅農村融合。不過農村係咩當嘅係建立嘅規劃計劃，老師都係變遷嘅麻煩，後生人口嘅產生問題，就解決嘅方法冇。用辦要係農村人歸要嘅融合咯。老一輩嘅農村田也冇用咗，兩區外作業天天嘅參加未當見，透過技術嘅參加了解基礎嘅農村，希望為農村帶來正確嘅改變，老能量變做兩地土地嘅受雇者。